小朋友內八字腳，成日嗌攰，會唔會擔心佢係扁平足呢？其實足部同埋大肌肉發展有好大嘅關係，處理得啱嘅話咧，可以一步一步改善。好多家長咧都試過買啲矯正鞋啊、鞋墊咁啦，但係點解着咗一排都好似冇起色嘅呢？其實關鍵可能落入咗兩大陷阱。陷阱一，以為鞋墊托住就會好，鞋墊只係一個外在嘅支持。長期依賴嚴重肌肉訓練咧，腳板底嘅肌肉會變得懶惰，足弓就唔容易自己升起。重點從來唔係點樣托住個足弓，而係要喚醒佢，要教個大腦點樣去用腳底嘅肌力同埋下肢嘅肌力去發力。陷阱二就係忽略斜碼同埋貼腳度，鞋底太闊啦、太鬆啦，小朋友對腳就會喺鞋裏邊跣嚟跣去。為咗唔甩鞋咧，小朋友就會揾腳趾抓實啊。呢種代償姿勢咧，反而會令到足弓更加下塌啦，步態會唔穩陣，同埋行路會更加容易攰嘅。最重要嘅係靠買鞋墊，其實未必可以解決到嘅根本問題，所以要用一個全方位嘅動作重塑，用遊戲化嘅訓練去令小朋友嘅大腦同埋肌肉可以重新連接。我哋會教佢哋點樣令到個足弓識得自己撐翻住。如果想知道有關小朋友適合邊一類型嘅訓練，歡迎揾1+1兒科專科中心一齊做一個專業評估，訂立貼身、有效又安全嘅訓練方案。1+1兒科專科中心陪你同小朋友行多一步，行得更穩、更開心。